内穷难走，穷归穷归难，穷归难。我觉得你可以切割掉它这个部分。上松，那今天一样要进入的是我们独家暗自 C 的单元喽。好，那今天谁来暗自 C 呢？来自我介绍一下吧，从金童开始。大家好，乃希景彤，乃趁冇流氣嚟。可以。大家好，我係貝基。今本你食飽嗎？大家好，我係好聊天，做的係啱用班先生，用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體育館嘅 Albert。大家好，我係苗栗嘅龔先生，會彈鋼琴嘅龔先生。龔先生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一样，待会如果你的提示就是要用客家话来给猜题者独家暗自 C。好，那今天担任猜题者就是坐在我们正中间的永伴信上。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個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，韓國用漢語念出來。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。通解人有2擺機會，係講頭一擺討唔錯，第2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強化合作，團出答案是做得辦事任務了。佑騰可以戴上我們的眼罩跟耳機嘍。好，那我要公布我們今天的題目嘍。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請客。對吧？這真的很難欸。會嗎？啊，我想到一個了。哇，貝基說很難，然後直接想到。對，突然想到。我開始放空了，這個遊戲好緊張哦。好，那我們都 OK 了哈。我們3、2、1，請翻版。啊，幸好。可以，我們沒有重複，這個完全沒有，我們是有默契的。對。你說嘛跟啊？什麼意思？請客啊！沒啊，說馬該。給唔係 get 到意思吧？請客的時候，沒有，你說的是那一種我覺得你們會，你們這裡動詞，很有機會哦。是名詞。好，那需要啟邦英老師救援嗎？要。流水席，中杯中杯。好，大家都準備好了嗎？那我們可以 Q 佑騰回來嘍。Hello， 歡迎回來。嗨，大家都準備的非常的有自信了。我們從金童開始。你獨喜。你獨喜歡。你懂喜歡咯。哦，很多人喜歡嗎？還有拔蘿蔔，有一點希望，有一點希望。窮杯難窮難走，窮杯原本寫窮杯難。我覺得你可以切割掉它這個部分。全部搶人走，很多人搶着做。哇，走得你，走得你。流水席，流水席。啊，不需要嘞啦，好厲害哦。好，來，是拿錢就是飯。哦，走的，不是拿錢就是飯。你是拿錢，沒講會瘋嗎？你是拿錢就是佑騰心裡有答案了嗎？準備好了嗎？動心上哎，應該唐莫買虛。佑騰第一輪的答案是。我不喜歡這個燈。我也不喜歡。婚禮。很接近，我覺得很接近，範圍更大。直接進入我們第2輪。眼聰明的人就先愛。啲嘢做得麼？啱講啲嘢做得麼？做得啊，清貨啊。忘記了。哇，我也忘記了。佑騰，請選擇，你要翻誰的？翻他的。共信上哎。江老師，請翻版。天边兄弟们，準備好了嗎？佑騰第2輪的答案是。我睇咧。面對。風暴。什麼是風暴啦？風暴
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，很多人喜欢啊，流水席。但抢着穷人走，你不要再黏了。这一题的答案是哦，健康差一点呢。婚礼就差一点对，点，就是不用付钱就可以吃饭，就是有人请客，哦然后流水席，抢着然后做长辈会抢着做这件事，然后人人都喜欢。哦，明明独梦英讲长辈啊，长辈都还没有要穷还有讲不穷穷不一样。这真的是海陆腔吗？含义佢就是點熟熟，啊上愛講威是碌碌，啊天卓愛看黑衣扮生熟啊，黑衣扮生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報6000口應該是哪裡啦？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。你看我今日樣打扮，要登線麼？要呵，家下。我愛去參加婚禮啦，唔係我嘅婚禮啦，我結婚10個年咧，我早時辦過婚禮咧，係我朋友嘅來兒啦，叫佢結婚啦，叫本添我啊，叫請我啊去做幾個宴客啦，去食酒啦，宴客啊係翻譯嘅客人啦，咁意思冇叫客人咁樣講哦，因為電腦嚟講宴客哦，你叫客人變到客人吼。該是唔係客人哦，該是變到客家人客人哦，像我啊，我係客人，根本就未係宴客，嘿嘿。像安呢度去商店街為了高官賣東西啊，安呢係記到嘅宴客，嘅翻譯係顧客嘅意思啦。嘅宴客啊，嘅頭前一個叫同詞搶，該是搶宴客，係翻譯嘅請客嘅意思啦。婚禮。宴客，搶宴客，根本呢個做宴啊，都係高級嘅餐廳搶宴客，我去到嗬6000口，應當是唔會失禮啦哈。跳下個金通啊，佢講個風暴啊，人是喜歡啦，咁馬上唔歡喜咯嚇，我咪當好風暴啊，唔過啊，呢一下呢一種隨時啊，為那風暴冇人改啊。平常時啊，過年過節嘅時節啦，因為本樹太年風暴啦，韓國啊，即刻嘅阿妹阿爸記到啊，過生日嚟時，你咪話俾風暴，韓國嗬，是夢以後，即刻嘅不樣嗬，該風暴會慳下太質，呢下嗬，我嚟看一下，見邊度嚟會嚟搶，哎呦，報到眼功夫，哈哈，呢下嗬，人做咧都貼嗬。做錢時候就當獎啦，一下後生人專門後地嘅高級嘅餐廳街會嚟辦桌啦，我介人認為啊，慳係長跳過嘅貨方屋街會嚟特烹啊，我大家咪起來啊，街會嚟辦桌頂好，留街度睇師傅長度屋下來做食，做到樣板香樣板好先咯，頂條件嚟食，樣到誒都嘅好料啊，你最打包在意嘅。客家話嘅盤桌啊，就要寫些個 Albert 佢講嘅流水席啦，個流水席係盤桌啦，個客家人啊，我下係講要喜事啊，個是為盤桌搶宴客啦，唔單搶宴客嘅時啲啊，我哋冇桌都冇訂咯，睇教會卡桌訂去打掉事嘅，切教會本身搶客會卡桌訂去嘅，咁樣辦生錢咯，韓國客家人結婚啊，天朝會搶宴食個7、8啦，嘿嘿，我遲到嗬。我家下應該會帶到台去，留計到好料打包轉來天春漢做得出風暴盤桌，我見唔見老大家分享嘅呢度刺激，大家曉得嗎？係我日去打包了，唔同我日去幫人搶了，來走，拜拜。我們今天的佑騰就是海陸擔當嘛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你有沒有想要跟你的隊員喊話一下？拜託你下，唔會係，拜託我們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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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會過練刀咧，拜託，我給你練刀，你好努力哦！我真的很努力在記每一句話。